Bloomweed 贝篓，贝篓是一种由黄藤编织而成的篮子，形状通常是圆筒状，背在背上，主要用于农作物的采集、猎物的搬运和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收纳。贝篓不仅可以用双肩背起，也可以用附加的头带，以额头为支撑点背在背后。台湾的原住民文化中，贝篓不仅是一种工具，还承载了深厚的文化意义。早期多由男性来负责编织藤器的所有工序，因为采集黄藤的过程非常危险又费力，制作贝篓的工作也多由男性负责。太鲁阁族的男性在11、12岁起就要跟着长辈学习编织、制作贝篓的过程，需要高度的手工技巧。这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承，也是对于自身文化精神的理解、延续。